Hello 姐姐， 你好，你叫咩名？我叫嫣嫣，你幾多歲啊？我而家係31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有結咗婚，但係咧我而家離咗婚2年。你今年有冇小朋友？有啊，幾歲啊？而家30歲，一個女。咁你就執家女喺香港我喺香港係做7年， 7年，咁你照顧乜嘢啊？我係都咧做過老人家。老人家健唔健康？第一次入嗰啲咧，佢係仲健康，但係咧做多2年咧，佢唔健康，考唔到咁樣咯。使唔使到輪椅啊？有係啊，要啊，使唔使俾復診啊？係要啊。咁你點幫助老人家？幫佢沖涼咯，幫佢行山，幫佢做運動咁樣。咁你識唔識煮餸啊？我識啊，煮咩啊餸？有好多嘢啊，蒸魚啦，整個女肉啦，燜嘢啦，燜排骨，燜鴨，燜雞，好多嘢都識做。咁你識唔識買餸啊？識啊，好啦，唔該晒，真係拜拜。